到日本观光旅客，哈无熟悉嘅淡水嘅后山地图，了解客家后山，佢当好润通，还能好唱歌啊。不过，最近写到人哋来拜访佢嘅年人，并未第一歌唱得就极好，係你嗰種帶領讓潤通和革命進行嘅創作理念，本台灣嘅客家新音樂帶入嚟國際嘅舞台。很好聽、很棒的音樂。今日來到淡水嘅鴨寮巷，伊係一個當時車位所啦。大家睇鴨寮巷唔係喺那位嚇，迄講大家就看今年那個金曲獎那個頒獎之地嚇，得獎就按到沈祥樓鴨寮巷3，呢是林沈祥佢帶位所嘅工作室。不過今日目的唔係嚟看嘅金曲獎嘅名人得獎嘅過程，係去看。沈祥佢過去19年以來，一萬人慢慢地變到一個音樂家，變到一個對客家文化、對嘅台灣嘅生長嘅環境嚇，能夠最尾變到一個對台灣音樂有影響嘅人。我想呢係今日來到鴨寮巷最重要嘅目的。鴨寮巷係淡水一個千古老嘅部落，因為還蠻受到開發嘅壓力啦，所以我個還保持到相當嘅古典嘅面貌。細前嘅人年人，從細是帶到美濃火房屋地圖嘅林沈祥，認為一代是8年，唔想要搬走。对啊，他们都好照顾你的感觉哦。对呀。渔港为什么会租到这种比较偏僻、说比较乡下的地方呢？所以有的时候说安静也是一个安静。然后邻居啊，不是家族。所以压力不会那么大，可是又有那种怎么讲呢？就是自己比较習慣的那種人際生活的那個部分。佢當唔好客氣，所以差唔多所有人都起咗喊嘅名啊，沈祥。按個稱呼嘅方式，事實上老爺他上數嘅人啊，是想人一下子做老爺熟悉起來窮當，一天一多啊。佢短褲老傳統衫按呢作衫嘅方式，是將隔壁人衫乜嘢拉嚟窮當。相信看到佢按嘅樣啊，一般人千難發覺佢竟然係一個非常有才華嘅創作歌手。我覺得沈祥，我最喜歡他的地方是，我會常常覺得他就是一個還活在都市裡面的那種古代的吟遊詩人，就是在那種民謠裡面的吟遊詩人。因為比如說，我有時候如果我們約在台北碰面的話，他就穿很破的褲子，可能我們就約在一個咖啡店談事情，然後那褲子就是跟整個時代的場景可能沒有什麼關係，然後會覺得他可能是突然從一個古時候的一個，他就在從一個他的那個歌謠的場景就直接走過來，然後然後這樣子的一個把自己擺在不同場景，可是都堅持做一個樣子的人，他在每個地方，他在歐洲演出也是這樣。從細直到美濃莊下
台嘅林真祥，高中3年生嘅时节，是开始到台南嘅传堂创歌咧。同时咧，佢咪学到嘅乒乓吹嘅运动歌手。本来一个创业的人也还其实跟打乒乓有关的。以前喺高中的时间，还咧打校队嘛，咁我哋一个主将吼，跟一个4年嘅嚟打。我哋主将出去比赛，大部分都一定会赢嘅哈。结果跟个4年嘅打3比21啦，连续打2场，会3比21。啊，佢震惊啊！佢震惊都讲啊，哇！让我有人球嘅按射嘅球嘅打扮吼，後來好像底下講啊，每個人都打球嘅天分係，都看到講啊，哦，原來真是都有人吼，係呢嗰種一看起來都係實大紅飯嘅人。我係佢喺小練啊，佢實忙，當係要打唔贏人啊，佢都有一個感覺講，哦，家呢係英國嘅這個發覺講啊，雖然某個來文化係呢，那個天公嘅上公係實嘅，我都係實大紅飯嘅。我係啦，歌唱地杯錄影片係。其他有個認真彈吉他，佢實忙彈音樂。那歌唱地方係會發覺到講啊，這個彈吉他練習嘅時間都變人彈一個夾，嗰度係彈一個風，嗰度係寫東西，係講寫出來又有這個意思啊。因為都感覺到哦，係一路上過來嗰種這個做音樂嘅部分係呢，感覺到這個都做加個好嘅地方。台灣炒絲粉。OK， 好的，谢谢，谢谢的，最怕这一种了。你不可以弄到我的喇叭。音乐，听试试看，有没有怎么样？没有怎么样吧？你对印象，喺好多年前，林真祥卖嘅2首歌，可能佢時間要冇幾貴啦。不過，呢件係佢幅度最貴嘅東西，同時咩係佢最重要嘅音樂嘅器材。阮無住遮嘛，咱遮个厝有人想要来，有人要来租啦。啊，阮就讲啊好啊，啊拄好看这林生祥吼，啊这见面敢若足有咱的缘啦。啊你讲啊，这囡仔佫敢若咱的囝共款吼，啊伊若有去验咱这厝好啊，就要租伊安尼啦。啊租伊啊，啊林生祥吼甲遮吼佫厝边吼结足好的缘。安尼对于迄个老大人啦吼，啊是厝边头个拢足亲切的啦，啊佫拢环境拢会共打扫甲。足好诶，啊，拢大家欢喜讲哦，做这少年啊吼，大家拢欢喜讲哦，这少年啊，佫食有礼貌，佫食清气，佫食好喙。啊，有当时看收到伊迄房子诶时阵，拢嘛佫写甲迄个写批吼，写偌感动诶，偌欢喜诶。讲伊是台湾上幸福诶厝骹啦，迄林生祥安尼讲啊。伊讲我从迄老师甲伊修理甲遮好，互伊住。啊，伊是上幸福的厝骹。來拜訪嘅天意日，你發現我老行貨房嗰杯啊，貼咗一堆原本冇收入呢邊嘅東西啊，本人產生一絲嘅好奇心。對於一般人來講，應該很難相信，呢件不止咁簡單嘅蘿蔔啊，係佢創造出
林暗呢张专辑的尾数，其中甚至含有2条歌儿，写到你落地度录音嘅。平常时那边工作都伫那啦，各位都做写曲的大部分嘛伫那边写啦。你们一路的，那个俺遐个传道的钱，俺遐个体育别法的最多钱的个，如迄俺伫美农间谈水，装迄个音效。哎呀，因为那个跟俺的工作有个太关系，所以俺全部二手的艺术的艺术的音效。哎呀，俺像俺装那个音效，俺音暗的混音吼，伫那做。知道你啊？音暗的混音伫那做的，俺录音师干个。你落伍很多做完呢最先推的个东其实西啊。还能做得嘞。其实像俺哋嘅空间咯，吼，做录音含咧，应该含咧扎蛮好嘅录音嘅空间，所以做乜嘅，俺哋伫那讲法做乜個聽數，講俺哋天天嚟講，强强讲，輕輕啊講，他個談個清楚，就可以入那個空間，不能犯殺亂嘅。所以那種專輯裡邊最後一條歌嘅都係身邊嘅人錄嘅，什麼唔可以嘅條，哦你身邊嘅人錄嘅啊，俺哋講器材帶你嗰邊錄啊，係啊。這是落傳統的舞。傳統嘅舞嘅都直接麥克風架都錄啊。係啊。我度都有奇妙嘅東西，係表演嘅東西不同，表演嘅東西不同啊。係啊。叫上你落去，有冇關係啊？像譬如講，可能是係咪那片有呢？可能是呢。像叫嘅聲音，錄音其實嗰啲人寫嘅聲音啊。可能是。青雲係當然係成塊嘅環境地度嘅嚇。其實噪音哈，噪音有。噪音吼有咧本好嘅跟唔好嘅噪音，像那個有啲嘅噪音係能夠彈嘅噪音。兩聲狗叫，來了，我等你下啊，那個很漂亮的那種自然音。你有冇幾多時間啊？你多幾多時間？多叫我叫。那你安排下。很棒啊，真的很棒。對發燒友嚟講，嗰度你要彈那種咩啊？可能幾下多多啦，有一張拉布拉多犬。嗱，你鐵條嘅客家鼓咪，後尾鐵條係咩？客鼓嘅，EQ 上面嘅。EQ。航天使。我講應該如講啊，既然係咧做音樂，應該要跟人的感情該綁一段，唔係係咧用嚟人的意志力去 handle 所有的東西。我講啊，人的東西要變入來，所以我就算我對貝斯那個東西有了解，當然我了解，我可能我會跟自己講，我唔是做啊個慢，我都他要時間嘅音樂個架構出來之後，本貝斯數自己去表現。所以我一直都個希望如講啊，跟樂師啊有自己嘅想法，該帶入來，係咪？
沈祥楼亚柔行3，这只名称怪怪的音乐团体，迄到9个乐团解散之后啊，林沈祥慢慢去参加音乐盘啊，重新建立起来个新的乐团。到去年的5、6月的时候，他打一通电话给我，他从来没有跟我联络过，我也不知道他会从哪里要来我的电话。然后我那天我记得我好像在开车，电话响，我偷偷接起来。他说小六，我是之前交工乐队的声响。我说之前，我说怎么了？他说交工乐队解散了，没有这个单位。然后他自己独自酝酿了一些歌。他想要编编看，他想要做一张新的专辑，这样。我一开始我并没有什么兴趣啦，然后后来他一直打电话给我，常常联络，他很积极，一直跟我联络。然后这个事情我也是一直在想说，我到底应不应该去帮他做这件事？我想很久。哎呀，我说沈祥，那为什么那时候你要找我？他说。其实我不知道，我那时候很焦虑，因为我有要做唱片的压力，就是说，可能自己也有给自己压力，已经这么长时间没有做唱片了，他很想要做一张出来，或是怎样，不知道。他说他有一个要我做唱片的压力，于是但他又没有乐手，他只有一个人，那怎么办呢？然后我说，所以就是找人来试试看。他说有一点那个感觉吧，我当时列了名单，就是沈祥，他说他列了名单，就是他有很多人要找，一一找过来试试看，是这样的。那如果合，那大家就合在一起做。也许不合啊，因为有些技术很好，可是人不一定好相处啊。有些人很好相处，技术不好啊；有些技术好，但不一定合他的味道啊。到记录个歌唱记录，安尼听到。伊讲到好得多哦，佮头家对伊个支持，看到伊当听个表情，是做得感觉到伊对你个头家个羡慕个心情。因为到台湾流行音乐市场底度啊，千难唔靠你唱片制作个成本，伊个头家甘愿帮歌手做得到无时间压力之下，慢慢的创作，应该是一种非常特殊个例子哈。我怎么样把沈祥的音乐推到国际的市场？通常我把它定位在一个新民谣。那新民谣在欧洲，我们经常去欧洲嘛，美国这一带，美加这边它有很清楚的定义，所以通常我们用新民谣这样子的称谓去把定义音乐的话，其实音乐圈的里面的人，他们很快就知道大概是什么样的东西，什么样的位置。我觉得基本上沈祥音乐对我来说不是客家音乐，我做的东西我不会在意他用什么语言来演唱，因为跟我合作的音乐家，有阿美族的，有蒙古族的，然后沈祥是用客语来演出，那我觉得对他们来说用这个语言是最舒服的。那但是对我来说，即使我听不懂，可是我觉得我知道，我不会用语言来评断这个音乐，或者我不因为语言我把它放在说，因为这个语言它就是客家音乐，我还是觉得说，如果一开始做一张东西，你想的是一个特定的市场，跟你想的就是说我要怎么卖这个专辑的话，其实通常我觉得音乐上面它不会是一个也许有一些意外会发生，但是我不觉得那样子会产生好的音乐出来。
子狗，十字狗，心头十字狗。天热嘅下晝，嗰條本人感覺好奇嘅東西，本人抖起來變到一張一張嘅作嘅，變到無同當。好多嘅太廚師，可惜無限出彩。原來啊，佢們安部啊，喺林真祥得到金曲獎之後啊，所舉辦嘅慶祝會。我行下嚟，下度喂，好。聽講寒冬後生嘅林真祥愛拜白公啊，因大家都知道當神氣啊，所以聽人佢一路嚟到祈福順利初亞就行白公。白公嗰啲嚇。香港人家啲啊講啊嗬，嚟擺啊嗬，做唔得用嗰種紙嘅啊，咁譬如講芥蘭咩啊、哪怕嚟做唔得擺啊呢？哦，係啊，喺度擺兩啲，擺嚟擺芥蘭咩咩嘅個，本那年老林莎講啊，哎芥蘭咩做唔得擺呢？嗰種嘅小番茄啊，講做唔得擺啊，係啊。小番茄唔得講嘛，tomato唔得點樣講？ tomato 喺冇講芥蘭咩？唔得講芥蘭咩啦？那邊做點先啊？天公到那邊。你拜拜嘅時間，然後天公係嘛咩啊？你拜拜嘅時間都話天公啊，拜係你拜那個山那裡。天公到山神，太自然從那裡拜。摩擦，有點乜事要插，嚟同你講呢個。那切插嘅那邊好嘅，好嘛？那切那邊咧，那邊嚟插邊好嘛？門線係啊。拜過白公之後啊，真像老人講，佢心度啊，有這個希着新的願望。那個郝秘書今天有在嗎？等一下會過來哈。建議這樣子哈，因為我今天有一組那個人馬來那個做，就是要拍有關那個音樂的部分啦哈。然後他們就想說很想去湛江那邊那個拍一下這樣子啦。那這樣子哈，那我待會我進去啊，這樣子，那我就跟警衛室。嗨，大哥你好，我們到文字藝術中心，我找郝秘書，郝秘書靜怡啊，約了，好，謝謝。走。
飞到要搭车工作人员，本来做得临时进度里间表然堂制度干那好日啊。林身上特别去买好多别咖啡。小姐，我们要外带咖啡。对，有什么咖啡可以外带？我们全部都拿铁好了，好不好？比宝，可以吗？有人不喝拿铁吗？买12杯。12杯吗？冰的热的。都冰的还是要热的？一半一半好了。对啊，人家泡沫红茶买5就送1了呢。老板娘待会翻脸。走吧。林阿妹一张专辑台本的歌曲，使到探讲大学里间当新嘅节目堂制度现场表演录起来嘅。为了了解，让万人林身上要结听，要到里间节目堂录音，因他一家结听，重新来到现场。林身上还为安尼现身说法，亲身弹唱其感人嘅音乐嘅历史。把两个眼睛的身体，挖出割出眼睛的来历，好把砍在人工的风味，摘出眼睛的体力。眼睛的山，眼睛的河巴，我用的来分家。眼睛的命水，眼睛的土地，我用的来分割。后山后水流子顺，后南空泛水库。后山后水流子顺，后南空泛水库。后山后水流子顺。我唱完了，哎。哎，嗰叫我唱快点呢，我跳。唔可以唱，出嚟唱下。唔可以唱啊！唔可以唱，唔可以唱。我唔掂。喺剛剛都幾地方有啲，那牽扯到幾複雜嘅東西啦。我包括這個嗰種，這個調下嘢嗰感情啊，那啲東西。其實幾複雜啊，人真係有幾複雜嘅一個狀況啊，嚇。我還想，就完了沒？如果你问我说他的音乐里头他在写什么，怎么，其实我并不知道，但是我只觉得他的曲调，然后那个频率对我来讲哦，真是听起来真是一件非常舒服，而且很多元性在里头，听到很多感情的表现。到探港太學訪問歌場地度，點身上接到日頭就會同個天花，我想，這個係要吹佢轉不下嘅天花上錯，看到佢心開始就死得肥肥啊，所以你決定要放棄接下來澳門佢嘅問題，本佢做嚟轉得不下，不過看到天公啊開始要落水咯，你到佢表情地度，要看到佢嘅手力，
办？我现在怕他下雨，冇事啊，刚刚两分钟好嚟啦，你讲做唔得啊？改变两张，一边一张，这边一张过来，这边两张，躺下一张，你改变是两张，躺下一张，啊，这边一张，躺下还是一张。OK。原本空空的舞堂，溜溜小小来到好多街，林身上就像来个鬼片。不过，直到差不多要接近庆祝会的时节啦，日幕竟然进来进太咧。林身上看起来咩进来进少少，不过其实就平时安尼亲切感去招呼人客。你名都几名嘞？上桂花香，请个龙洞花。哪哟哪哟，哎哟哎哟哪哟，请个龙洞花。哪哟哟的哟，一命人出本意，哎呀！个名18，个名哪要去？该做样该啥个都命唔落去了呀！天当开始，紧落紧台，提早来到个人客，早都徛起来咧。看到啊，7点个庆祝会时间差不多咯，咩唔好啊？今晚不随到太日里都喺舞堂庆祝咧。比宝你好，哇，干竟然没了，我要去叫啤酒。我帮你叫一下，没关系啊，你有矿泉水。他去带啤酒。要不那个款哦，那个我在一起接，然后我在一起接。谢谢。那你待会要记得过来吃饭。呢場慶祝會，係講今年人會落水刺手，應該喺林身上得到金球獎之後嘅細細遺憾。事實上，是算有遺憾嘛，因為比咩比唔上，強浪得到金球獎嘅高工樂團，直到得獎之後宣布解散，梗係傷心到切望。都見很多年了。如果你對你生命帶給動態的事情，有啊，有啊。最嚴重都高工解散啦，就是高工解散最愛打擊這問題。我唱過我哋嘅民歌餐廳係待過啊，我高中2年生我就開始去唱民歌嘅。對啊，高中3年生啊，高3，可是喺台南嘅民歌餐廳唱過。啊，亦出到到，我講到高工嘅時節，都講啊，各有自家嘅音樂嘅風格，都做出來個鮮明嘛，吼，都尋到自家嗰種音樂嘅方向跟風格啦呢。舞台都講啊，我引起引台事業也咁冇相同啊，而家都講啊，甚至都係可以參加嗰啲境外音樂節哈，我舞台引起引台咁樣，啊，往下落一時沒有預計。我想應該都對懲罰啦，
对神法、音乐跟神法两个部分的一种看法当然落差啦。当然你伫背嗰度嗰種情緒啦，因為我哋要人間團圓啦，我即個計同人間團圓，佢要如講啊，我哋咧跳嘅後來如一個我團計山嘅一個新聞稿出來，我哋都以佢為主，我哋也冇再多談。我想安尼對大家個公平，唔講對我即個個公平，也係對我以前嘅老嘅團圓個公平。跟魔力的东西啊，我想用那条音乐哦，去跟这个木下的生命对话啦。如果一个人都是爱慕足条条，头那胖胖，鬼将七家一见个草菜个米线，银昂免去阿公讲嘅家畜事。日推来爬入厝，因爱都市大表，爱好开基础，一个人。山路，法中真多，能万战佛，这唔讲脚下嘅路，人来。算你无人好无，十包为无，十包为无，十包为无。是保卫母。就是没有力气啊。我刚刚都蛮魔力，还是做有魔力的一个刚刚去做一个作品。那可能那可能拍2-3年冇見的朋友，可能都會感覺到我變個多，包括我嗰種
功法的方式啦，音乐的方式。那种作品出来时间，过多年唔关呢，感觉都哈人咧怎样做嘅作品啊？哎呀，过多年唔关。我感觉都2-3年前嘅木竹啊，念竹嘅骨年啊，念竹里啊都嘅骨年啊，真係下講唔冇想到，見來見睇嘅日啊，竟然暗晡頭7點之前，才慢慢的停呢。呢場慶祝會，每一位藝人冇受到任何嘅影響，快樂嘅攀下去。來，麻煩把你的。而且到慶祝會結束，亞洲行嘅全部無糖，冇做過落家嘅點子。原來到白宮廟頭前，金身上內心戲嘅是咱願望，是希望呢場慶祝會冇做過落日嚟啦。唔啲係唔拄好乜計啊！到慶祝會結束，天日是落到本統台灣各地發生災情嘅大日。我1997年退伍開始出來嘛他假如講做來行我個辛苦，經濟嘅成敗當我個辛苦。我今日都跟這個講係退伍嘅時節啦。咁安尼嘅話，剛才都講係這個一種物質當我欲望盡量傾大啦。安尼都做得過啊。我記得我第一年一退伍嘅時間，我講係媽加為11萬。係啊，98年我記得都。97年退伍嘅98年年底我歸去美濃嘅時間，我已經講係媽11萬啦咧。當時我歸去嘅時間，我負責行連1000元都冇。基本上我係呢個講起嚟，我算過省嘅人啦。過省嘅，一方面係對食嘅東西好簡單，對做嘅東西嘛好簡單。係啊，講我都按多年賺嘅錢地方又行，我都跟喺美濃跟喺台北我買2套。對我來講，個氣氛的影響。能夠買一個第二年一個乜嘢啊？嗰種拍賣場啊，汽車拍賣場啊，去拍賣我第台幾年藝術嘅場咧，咁我都看到。拍攝力量。對啊，去拍賣場去拍賣。太感傷啦！因為基本上係對生活當中嘅那個物質當中係應該講係係唔敢講係你賺萬生，都係講都。OK 啦，都唔可以講下都講下會比物質當中欲望會造成自家的想要賺錢的那種壓力。談一個南美洲的，那個係那個阿根廷那個女歌手，那個女歌手嘛喺本個原來政府流亡，都基本上係啦，當係規個全世界啲個做音樂嘅人。做比人哋好也真蠻多，係啊，一次我跟自家講啊，那就有那種做音樂跟音樂做好，咁個會跟品質做好嘅啦啲世界嘅人真蠻多啊，他假如會因進步，我講阿邊係來嘅啲啦嘅，可以比自家一直希望講啊，安尼作品安尼做得，如果變化一個世界嘅規格來看那個作品。在離開呢場慶祝會之前，我哋大家工作人員都得到金曲獎得主嘅親筆嘅簽名。哎呀，壓垮啦，這個說得不得當。
其实，对人生上的记录，在一个寒芒准备要结束的情况之下，是刷脱的。还有当到花，一定是来唔出门。不过，看到庆祝会蛋糕啊，满面笑容的林生祥，可能呢个场面对佢来讲，应该是最好的收尾吼。来，麻烦把你的手打一下节拍，好不好？一起啊！东巴江巴苏巴布巴，温州咿呀呀，温呐咿呀温呐温呐，中央咿哟呀，咚呐咚呐咚呐呀吧，中国的青条路。叫来做咪错。